赶紧来关心这天气，风台苏拉继续伫咧变强。目前当咧恒春的东南东风430公里的海面上，气象局预告讲，明仔载就会升级最中度风台，而且会继续变强。拜三时啊，对台湾影响是上介大。上紧伫咧拜二的时阵发布海上风台警报，也若陆上警报，可能爱看这风台的方向，也佮有速度来做决定。为卫星分度，一旦看到今年第9号风台苏拉也伫咧原地转势，伊的位置是伫恒春东南东风430公里的海面。气象局表示，目前苏拉的强度已经增强到中心风速每秒28公尺，暴风半径扩大到120公里，海温有利风台发展，24都可能增强为中度风台。苏拉台风在未来2天到星期天这段时间朝南方移动的时候，因为海温是有利于台风发展的，所以强度会持续的增强。到明天的白天，这个台风就有可能增强为中度台风。29号、30号这段时间，台风可能会增强到中度台风的上限。气象局表示，后礼拜3、拜4是苏拉风台上挖近台湾的时阵，不论路线安怎变化，东半部会大先受影响。恒春半岛东半部拢会落雨，西半部嘛会较无稳定。为各个预测路线，也当看到美国模式认为可能会打挖台湾东半部外海上北。欧洲模式是预估有4、5成的机会会向台湾过来。日本气象厅是预估苏拉的强度会阁升级，风台中心会向台湾挖近。目前比较大的问题就在于说，它接近台湾的这个角度到底是比较偏北还是比较偏西？如果是比较偏西的话，就有可能会从我们的南方，就是从恒春南方的近海这个地方通过，那对我们的影响的话就会比较小一点。那如果角度比较大、比较偏北的话，那也不能排除就是直接登陆台湾的这个机会哦。气象局表示，未来苏拉风台可能挖近台湾附近，而且后礼拜2、拜3有可能发布海上风台警报，路径都爱看实际的路线，也甲可能挖近台湾的速度。若做苏拉为巴士海峡通过，离台湾会较远，也有可能未发布海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